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星際種子能量療癒頻道。喺影片開始之前，記得俾個 like， 咁樣可以幫助 YouTube 推薦我哋嘅影片，讓更多靈魂家人一齊覺醒同成長。今日我哋就嚟探索人體能量系統中一個非常神奇嘅脈輪眉心輪，亦都叫做第三眼。呢個位於眉心之間嘅脈輪，係我哋靈性覺知同智慧嘅中室。喺接下來嘅內容中，我哋會深入了解眉心輪嘅本質、功能，以及如何啟動同平衡呢個重要嘅能量中室。眉心輪概述：眉心輪作為第6個主要脈輪，佢嘅位置就喺我哋嘅眉心之家。當我哋談及眉心輪嘅時候，我哋通常會聯想到靛藍色，呢種深邃嘅顏色象徵住智慧同洞察力。眉心輪同我哋嘅直覺、想像力、記憶力以及高層次嘅思考能力有密切關係，可以話係我哋內在智慧嘅源頭。眉心輪嘅功能：眉心輪嘅作用非常廣泛，佢影響住我哋生活嘅各方面。首先，眉心輪強化我哋嘅直覺能力，令我哋喺日常生活中更容易洞察事物嘅本質。其次，佢激發我哋嘅想像力同創造力，令我哋可以喺工作或藝術創作中發揮更大嘅潛能。除此之外，眉心輪仲提升我哋嘅高層次思考能力，幫助我哋更好咁分析同理解複雜嘅概念。喺記憶力方面，眉心輪都發揮住重要作用，增強我哋儲存同提取信息嘅能力。眉心輪嘅開啟可以提升我哋嘅靈性覺知，幫助我哋連結到更高維度嘅意識。眉心輪同宇宙科學嘅關係：有趣嘅係，眉心輪嘅概念同現代科學都有一啲共通之處。例如，喺人體內，腦部嘅松果體嘅位置同眉心輪相近，呢個腺體負責分泌褪黑激素，調節我哋嘅晝夜節奏。而喺量子物理學領域，量子糾纏理論或者可以為一啲超感知能力提供科學解釋。再者，多維宇宙理論同眉心輪感知高維度能量嘅概念都有相似之處。呢啲科學理論同古老嘅脈輪學說之間嘅共鳴，為我哋提供咗一個有趣嘅思考角度。眉心輪同第三眼嘅概念：喺我哋討論眉心輪嘅時候，經常會聽到打開第三眼呢個說法。但係究竟咩係第三眼？打開第三眼真係會見到靈體咩？呢個問題其實好值得我哋深入探討。首先，我哋要明白，第三眼係一個比喻嘅講法，並唔係真係會喺額頭生出第三眼。當我哋講打開第三眼嘅時候，其實係指提升我哋嘅直覺能力、洞察力同靈性覺知。有啲人可能會覺得打開第三眼之後，就會見到靈體，或者產生超自然能力。雖然喺一啲靈修傳統中確實有呢啲說法，但係我哋要用更加開放同理性嘅態度去理解呢個概念。打開第三眼係指提升我哋嘅感知能力同自我覺察。例如，我哋可能會發現自己更加容易感受到他人嘅情緒，或者喺做決定嘅時候更加信任自己嘅直覺。我哋可能會更容易理解事物嘅本質，喺面對複雜問題嘅時候更快找到核心。除此之外，打開第三眼可能會激發我哋嘅想像力，令我哋喺藝術創作或者解決問題方面有更多靈感。喺冥想過程中，我哋可能會感受到更深層次嘅平靜同覺知。最重要嘅係，我哋可能會更加了解自己嘅思想模式同情緒狀態，從而提升自我認知。所以，當我哋講打開第三眼嘅時候，唔係話真係會見到啲平時見唔到嘅嘢，而係提升我哋感知世界同自我嘅能力。呢個過程需要時間同練習，唔係一朝一夕就可以達到。我哋要抱住開放同理性嘅態度去理解同體驗呢個過程。無論你係覺得自己有冇打開第三眼，最重要嘅係喺呢個過程中更加了解自己，提升自己嘅覺知能力。透過持續嘅練習同反思，我哋可以逐步增強我哋嘅直覺同洞察力，從而喺生活中獲得更多嘅智慧同平靜。而家我哋講下當能量穿過第三眼嘅時候，最初可能會有啲咩感覺？好多人喺開始練習激活眉心輪嘅時候，都會報告一啲有趣嘅體驗。
有啲人可能會感覺到眉心位置有輕微嘅壓力或者刺痛感，就好似有人輕輕碰觸嗰度㗎。另外有啲人可能會感受到一種溫暖或者發麻嘅感覺，由眉心慢慢擴散到額頭同頭頂。仲有啲人可能會喺閉上眼嘅時候見到一啲顏色或者光點，通常係紫色或者靛藍色。呢啲視覺體驗可能會好微妙，好似一片薄霧或者閃爍嘅星光。有啲人甚至會感覺到眉心位置有一種能量流動嘅感覺，就好似有股暖流喺額頭中間流過㗎。不過，我哋要記住，每個人嘅體驗都可能會唔同。有啲人可能會好快就有呢啲感覺，而有啲人可能需要練習好耐先至會有呢啲體驗。甚至有啲人可能完全冇特別嘅感覺，呢個都係好正常嘅。最重要嘅係唔好強求，或者期望一定要有特定嘅體驗。我哋嘅目標係透過持續嘅練習同關注，逐漸提升我哋嘅覺知能力同直覺力。無論你有冇特別嘅感覺，只要保持耐心同持續練習，你都會慢慢感受到自己喺直覺同洞察力方面嘅進步。記住，呢個過程係關於自我探索同成長，而唔係追求特定嘅感官體驗。眉心輪失衡嘅徵兆。當眉心輪出現失衡嘅時候，我哋可能會經歷一系列嘅身心問題。喺思維方面，我哋可能會感到難以集中精神，思維混亂。我哋嘅直覺力可能會減弱，令我哋無法作出正確嘅判斷。身體上，我哋可能會經常頭痛，特別係前額位置。除此之外，眉心輪失衡仲可能影響我哋嘅睡眠質素，令我哋容易失眠。喺創造力方面，我哋可能會感到缺乏想像力同創意。眉心輪失衡可能會令我哋感到迷失方向，無法理解人生嘅意義。呢啲徵兆都提醒我哋要及時關注同調節眉心輪嘅能量。平衡眉心輪嘅方法。要平衡眉心輪，我哋可以採用多種方法。首先，冥想係一個非常有效嘅方法。透過專注呼吸同集中注意力喺第三隻眼位置，可以幫助我哋啟動同平衡眉心輪。靈氣療法中使用靛藍色能量都可以幫助平衡眉心輪。喺日常生活中，我哋可以使用水晶療法，例如佩戴紫水晶或青金石。芳香療法都係一個好選擇，使用薰衣草或檀香精油可以幫助激活眉心輪。喺運動方面，瑜伽嘅倒立或蝴蝶式都對平衡眉心輪有幫助。喺飲食方面，我哋可以多食用一啲深色嘅水果同蔬菜，例如藍莓或茄子。呢啲食物嘅顏色同眉心輪嘅能量相呼應。透過綜合運用呢啲方法，我哋可以逐步平衡同強化眉心輪。眉心輪冥想練習。而家，我哋一齊做個簡單嘅眉心輪冥想練習。首先，我哋要做個保護罩，請你想象有一個金光包圍住你全身，保護你免受任何負面能量影響。依家請你坐低或者瞓低，揾個舒服嘅姿勢。深呼吸3次，放鬆全身。而家將注意力集中喺你嘅眉心位置，想像有一朵靛藍色嘅蓮花喺呢個位置慢慢綻放。
隨住呼吸，感受呢朵蓮花散發出嘅能量。每一次吸氣，蓮花變得更加明亮；每一次呼氣，感受到更加清晰嘅洞察力。而家，想像有一道靛藍色嘅光從宇宙射向你嘅眉心，進入你嘅身體。感受呢道光帶嚟嘅智慧同洞察力。慢慢將呢股能量擴散到全身，感受身體每一個細胞都充滿智慧同覺知。深呼吸3次。當你準備好嘅時候，就慢慢張開牙。今日我哋探索咗微心輪嘅奧秘，了解到佢對我哋嘅直覺、創造力同靈性覺知有幾重要。我哋討論咗微心輪嘅本質、功能，以及如何平衡呢個重要嘅能量中心。希望大家可以將呢啲知識應用到日常生活中，提升自己嘅靈性境界。透過定期嘅練習同關注，我哋可以逐步開啟同強化我哋嘅第三隻眼，提升我哋嘅直覺力同洞察力。
下集預告：喺下一集，我哋會繼續我哋嘅脈輪之旅，探索頂輪，我哋同宇宙連結嘅靈性之門。我哋會深入了解頂輪如何影響我哋嘅靈性成長，以及如何透過頂輪連接更高維度嘅意識。呢個將會係一個非常精彩嘅探索，希望大家唔好錯過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有用，記得俾個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， 仲要撳埋個鐘仔。你哋嘅支持就係我哋嘅動力，去定期製作類似嘅影片，幫助你喺靈性之旅中不斷成長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